今日手路菜要带大家做伙来食冰，这是邦桥一间老店铺的冰店。店里无论是汤水或者是配料，拢坚持一定爱手工，逐工现煮现卖，实在安尼才会鲜。上出名八宝冰，拢总有8款的配料，大碗搁满期的好滋味。敢若开斤角就食会起，真侪老主顾客已经来交关过了10档。 伫串冰顶悬淋家己做的汤水，搁掺这个薏仁、红豆仔、绿豆仔、往来，这拢总有8种配料。像安尼规盘满满的八宝冰，简单斤角价就会食会到。伫这漚翕的天气，有真侪人拢会来叫一盘串冰，通来清凉消透一下。就它那个红豆跟绿豆都自己熬的啊，然后还蛮好吃的这样。对啊。那芋头的口感？ 芋头的口感还蛮绵密的、啊。若是讲一捆头8种料食袂了，也有这款人气真旺的，头家家己煮的这个红豆啊，来掺这个牛奶糕，和串冰做伙食的红豆啊牛奶冰，这嘛是阿嬷传落来的古早味。最近的芒果都是那个枋寮、屏东的芒果。这个放甲规盘满满的爱文山啊，互人挡袂掉，安尼一喙煞一喙。 这就是山羊牛奶冰，嘛是真侪查某囡仔上喜意的冰品。因为他们是用爱文芒果，很甜也很香，然后分量也很多。分量真侪，用料够实。伫这间店的有一半以上的配料，拢是头家单上景，逐工透早起床，真用心家己煮的。 陈家的古早味冰店，从这个1979年创立到今，伫邦桥有40年的历史。从拄开始，敢若有几种配料尔，到即摆已经有30外种的配料。第3代的接班人当上景，伫10年前放弃教册，转来家己的厝来传承这个阿嬷留落来的古早味。就想说，可以做的话，就尽量继续做，不希望这种传统的冰店就这样消失了。 就算讲囝已经家己有法度换手头啊，不过这个70岁的老爸陈松林，共款逐工拢来店的斗3工，搁哪看家己的囝伊做生意的手路甲成果。刚开始还不会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削不干净。蚵仔皮烤好了后，老爸来接手，甲蚵仔切角。 面，这样不会痒。袂，我做惯水。从幼稚园开始，就对咧老爸的身躯边咧斗3工，伊放弃教册，转来厝里咧斗做。爸仔囝做伙时间嘛变较济，安尼互这个陈上景特别来报效。一个冰也可以让小朋友啊，可以吃得这么开心，然后每天都吵着爸爸妈妈说要来吃冰，那种感觉，看小朋友一天一天长大，然后看他们吃得很开心，也。 自己心里也觉得蛮开心。因脚踏实地，逐工拢唔敢送人，就是为着这个阿嬷传落来老字号的招牌。爸仔囝做伙来守护这个阿嬷的古早味，要继续陪伴大家来度过这个真漚翕的热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